来镜头所等的台湾上新的疫情，乡亲也真好哦。今仔日本土病例阁是加零确诊，嘛无死亡的个案。也毋过，这个境外刷入有91例遮尔啊多，是农历过年后上多一届，嘛是今年第2悬的纪录。啊，讲想要甲这个病毒共同来生存，就要来冲关掉第3剂疫苗的注射率。到15号为止，全台湾第3剂的注射率是47.16%。中加病院嘛将对着第3剂来做研究，研究发现第3剂注了的28天后，血液内底中和抗体浓度，若是注莫德纳增加39.8倍，注 BNT 增加32.2倍，若是注高端增加12.7倍。医生嘛来呼吁着民众，伫咧注完前2剂疫苗了后，拢爱伫咧让3个月到6个月后来注第3剂，它来提升着疫苗对人体的保护力。全台各地注射站赶紧注新冠疫苗的追加剂，要增加疫苗的注射率。到15号为止，全台湾已经有50%的追加剂注射率。针对第3剂疫苗注射的效果，中间病院有上新的研究。施打后追加剂1个月之后的结果初步看起来，那4组都能够有效提升这个抗新冠病毒这个抗体的一个效价。那相对上来讲，当然 mRNA 疫苗这个接种者使用 mRNA 疫苗追加剂接种者呢，它抗体上升的幅度是比用蛋白次单位疫苗来的比较高一点。中间病院以340位注2剂 AZ 的民众做受试者，换第3剂注规剂莫德纳全量28天了后，血当中的中和抗体效价有47.7倍，半剂莫德纳39.8倍，注 BNT 32.2倍，高端是12.7倍。面对变种病毒 Omicron， 病院嘛发现注规剂莫德纳疫苗面对 Omicron 的中和抗体效价有86.6倍，半剂莫德纳81.5倍，注 BNT 是71.1倍，高端是32.9倍。用4种不同的就是追加剂来施打反应都不像抗体的反应差距那么大，就是差不多哈。医生讲，因为即摆受试者前2剂拢是注 AZ 疫苗，T 细胞的免疫反应较明显，所以注追加剂了后的免疫反应相对来讲袂伤严重。医生嘛呼吁民众伫注完2剂疫苗了后，拢爱伫让3到6个月了后注第3剂追加剂，互疫苗会当发挥上大的效果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